來講，中東戰爭是也未煞，也國際原油就繼續貴。中油宣布講，明仔載開始，國內的汽油起1.7塊，柴油起1.5塊。和中東戰爭拍到即馬，中油是已經吸收超過69億。學者就分析講哦，政府即馬是推出政策，拍拼要來穩定這個物價，短期內通貨膨脹應該是未變嚴重。不過，這個戰爭呢，若久長，若是繼續拍，壓力恐驚會變重。油價閣要起啊！衝擊營業用車，佇松山機場排班等候的客運車駕駛講，刷來可能愛以排班為主，減少空車上路載客時間，減價油耗量。1000啊，如果是像這樣，可能要跑1000，一吃1000的油了，1000塊，沒辦法啊，政府沒人辦法幫我們忙啊，自然自力更生啊。你這樣子可能要多跑幾趟才能夠補回來，超過3趟。起價了後，國內油價會創11年半以來新高。透早加油站都有車咧排隊，油用車有感覺皮包救水。我車本身已經小車，就已經省油的車，但是在這個油價上面，每一個星期的消耗量至少增加了，跟之前比起來，大概差將近有20%左右。不過這感覺不太好，就對了。因為台灣沒有辦法掌控嘛。中油表示，國際油價油源處理高檔，照普通油價機制調整原則，擴大汽柴油吸收金價30透早分鐘到4月初5，汽柴油繼續過起1.7塊到1.5塊，小賣價分別來到9滴無鉛汽油每公升32塊4，95無鉛汽油33塊9，超級柴油每公升31塊。那以95無鉛汽油來講，甲2月對比，每公升已經起5塊2。學者分析，比較鄰近國家，咱國政府對油價吸收金價已經偏懸。掠算短期內未推升通膨，要不過拿戰術延長都有變數。油料價格上漲的一個壓力，當然那個通膨的預期心理就會起來。那它最後會不會真的把通膨完全帶上來？如果戰爭持續的時間很長，那當然就一個國家來講，它可以吸收，也要看它的財政負擔嘛。針對中東局勢影響石化上游材料、加下游塑膠包材供應，行政院表示已經採取3大應變措施，包括大塑石化配合4月份凍期液化石油氣，加中油四緊提前開路，提升乙烯產量指引下游產業需求，佮設置專線針對個別產業欠料情形，協助媒合加速供應調度。記者綜合報道。